其实我非常非常的喜欢喝珍珠奶茶。从我小时候第一个会煮的就是粉圆，我煮粉圆非常非常厉害，以至于我到现在会煮的还是只有粉圆。就是我对于珍珠的挑剔已经到了走火入魔的地步，就是不能太大，不能太小，不能太软，不能太硬。然后奶茶也是那个比例一定要有茶味，我很怕喝到那种很薄很稀的奶茶。然后因为你知道年纪越大越龟毛，就在外面已经喝不到我想要喝的奶茶的时候，我就想说，那不然我就自己来开一家看看好了。想说就不过就是开一家自己想要喝的，就是那个珍珠奶茶。对，因为我每天都要喝，但是都喝不到自己想要喝的时候，我就会就是不开心，就会觉得心情不好。所以我就想说自己调配一杯我想要的这样。其实我光比例就大概花了就以刚刚我做的那一杯香格里拉来看，我就花了大概7个月的时间。因为我们的茶，如果你们把其他家的茶放在一起，因为我们家的茶有一种很特别的香味，然后这个基底茶是我找了真的很久的时间，然后包括茶跟奶的比例因为比例很重要，多50cc 或是茶叶多放2分钟，那个就不一样。茶味很重，可是它不能涩。我觉得落差其实蛮大的。但是我觉得其实以现在来说真的，我自己是我的创业基金第一笔是真的自己很辛苦这样存钱下来的。所以我在开这个茶饮店的时候，一开始人家就说，哎呀，你干嘛那么辛苦，就直接放加盟就好了这样。可是我还是希望我可以把我的品质先做好，因为未来像现在其实在过去我现在开不到1年，可是我开2-3个月的时候，其实就很多人来问加盟。那我觉得大家都想要创业的时候，我们更必须把这个品质做好。你创业拿出来的每一分钱都是你辛辛苦苦存下来的，所以我会希望不管在每一方面，我们都可以做到最好。创业这件事情其实真的很不容易，可是在过程里面，我觉得心里面是很踏实的，就是因为我知道我很喜欢。我这个人喜欢跳离舒适圈，做一些我觉得不一样的东西。因为当初我不想再继续拍巴尔纳，是我觉得可能角色各方面都是这样，演了几年都是这样。然后我很喜欢从没有到有。我觉得当初在创立必可蜜这个品牌的时候，从品牌的理念、想法，然后怎么做，全部都是你知道都是在天上飘的想法，然后到落实。你看到它的时候，真的很像自己的小孩。那包括现在看到。有一些员工，他们真的都很认真，就会希望把事情做得更好，然后让他们也跟着品牌一起成长，然后发展。所以我觉得多了一些责任。我一直期望必可蜜它可以不只是一杯奶茶，而是可以让大家去转换情绪、转换心情的一个，算是充电站好了，或是一个媒介。你必须要给自己一个甜蜜的空间。所以为什么叫做必可蜜？那英文是 picky me， 其实 picky 是来自于挑剔。我觉得挑剔是每个人都应该。以前大家都说你很 picky， 可能是觉得它有点带负面。可是我觉得 picky 是对的啊，你总不能随便去挑一个男朋友或女朋友，你一定要挑剔，你才会得到你想要的。所以你这样的生活才会美好。没有挑剔的人生是不会有好结果的。所以为什么叫 picky me， 就是我很挑剔。我希望可以借由一杯奶茶，也传递这样子的一个生活理念。对，包括我决定跳离舒适圈这件事，我觉得它也是很 picky 的一个选择。